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13，诗篇34篇20安尼讲：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因为你来夸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值得阮学老甲尊重的上帝，你是阮伫逐时逐刻着敬奉甲感谢的天父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，阮的阳光，阮的医治者，阮的拯救者。主啊，你是阮患难中所倚靠的，你是阮危险的时通躲闪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有你，阮就无惊吓；有你，阮就有生命的平安。主啊，阮的环境虽然也是遐尼困难，阮头前的路犹原雾雾无明，总是阮的心也要因为你来夸口，因为谦卑甲困苦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生命逐时逐刻的帮助甲倚靠，因为有主，咱就无惊吓；因为有伊，咱就有生命的平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